年过煞来15，就是元宵节咯，所以明仔载15传统会食圆仔、看花灯、有叶味菜。另外，伫台湾的各地头哦，嘛发展真侪元宵节真特别的活动，亲像是台南的咸水红鸭炮，佮有台东的炸邯郸等真精彩的活动。今日解发新闻，咱特别请义诊带大家来看咱全台湾各地是安怎来庆祝元宵节。是主播，明仔载就是旧历正月15元宵暝，是咱台湾正重要的传统节气。正月15嘛是道教三界公之一天官大帝圣诞，所以元宵暝嘛号做上元节。咱台湾的元宵暝按夜糕仔灯、叶味菜，而且各地头拢会办灯会，闹热滚滚。今年官方的台湾灯会呢，都办伫咧桃园，主题是武汉乐园，结合 AI 新科技，代表台湾武汉的可能性和发展。古早传统的元宵暝，阁有一个真趣味的风俗，即交未结婚的查某囡仔咧，会头板仓来讨一个结婚的好吉兆。人讲头板仓嫁好翁，头板菜嫁好婿。若查某囡仔咧，就要跳菜鼓，才会当娶水某。嘛，因为这鼓仔顶的顶和顶这个字咧是共音的，所以想要生囝的人咧，嘛会去庙里弄丁卡，希望会当添丁。这元宵暝活动百款咧，台湾有一句话讲：北天顶、南芳炮、东邯郸、西乞龟、中磅龙、外白蠓。先来看这北部新北并客放天顶。古早台湾人为着要闪土匪，会放天顶保平安。后来嘛，真侪风俗，村民会甲愿望写伫咧天顶顶悬，祈求平安。台南咸水的芳仔炮咧，是咸水武庙主办。电火老大人讲，上早是因为当地着灾着瘟疫，居民就举办照景，沿路放炮啊。这照景结束啊，疫情嘛有影消退啊。居民感染升温，当年的元宵节就照例放芳仔炮。东邯郸是台东的炸邯郸，台湾人认为邯郸夜惊寒，当年正月就会炸邯郸。大部分拢是汉草较好的查甫人，汤北体、手提手机，装做邯郸夜。信众会向伊献炮仔，互邯郸夜会当较温暖的，嘛祈求保庇。若这西乞龟讲的是骗学的乞龟，这经庙咧会提供平安龟，互信众求提登去处理，祈求厝内人规年烫天拢平安顺遂。电火俗言语讲：蒙牛头起大楼，蒙牛尾存家伙，蒙牛壳事业稳达达，若蒙牛脚金银财宝是满厝脚。中磅龙是苗栗客人发展出来传统烧火龙的活动。客人过年是为正月初1到15，客人过元宵是比正月初1更较闹热。磅龙的活动拢做分做7部分，代表迎春迎新，希望透过这只新龙保庇民众平安吉祥、五谷丰收。上尾一个外白蠓是妈祖的白蠓，白蠓咧是当地口语，用台湾台语讲咧，意思就是拜暝。电火庙司咧会伫元宵暝拜神礼来祭神。这元宵暝闹彩彩，为台湾头到台湾尾。台湾人的元宵经过时间的发展、文化差异，和亚洲其他国家移民社会无共款，已经有咱家己的特色啊。以上就是今仔日解破新闻，咱个时间交等求主播。